一直隱藏喺海洋奇觀入面最大嘅精靈，每晚都會出嚟同一班管理員喺夢幻水島人工湖玩樂。喺今晚，頑皮嘅精靈 Animal 首次約定在場所有朋友一齊參加呢場不可思議嘅夢幻聚會。137億年前，宇宙大爆炸，產生大量氣體星雲。133億年前，第一批行星出現，之後一次又一次嘅超新星爆發，形成大量不同嘅星雲，當中包括原始太陽系星雲。直至45億年前，太陽系星雲出現變化。期間經過不斷收縮、旋轉，最終形成一個球體。呢個球體表面溫度5500度，中心溫度達1500萬度。佢就係我哋嘅太陽。年輕行星周圍具有圓形星盤，當中嘅氣體同塵埃圍繞太陽軌道旋轉，加上引力影響，微行星互相碰撞下，形成咗一個火球。火球經過長時間降溫，演化成為一個水藍星球，亦即係地球。人類不停去探索，但係地球仍然有好多未知嘅領域等待大家去發掘。包括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神秘幻變嘅生命體，佢就係守護精靈。一直都住喺海洋奇觀入邊㗎，佢有強大嘅魔法，佢仲中意玩啊！佢就係我哋嘅 Animal 可以幻化成不同嘅外表，變做動物，變做植物，甚至乎可以變成一座森林啊！佢變緊出嚟啦！咁多位，你估下 Animal 今晚會變幾多次身？大家攞出眼嚟睇下啦！唱緊歌啊！唱緊咩啊？等我聽下先。
實海洋最深嘅地方有幾深呢？有大約11000米深。雖然科學家探索咗好多知識，但係喺廣闊嘅海洋入邊，仲有好多領域等緊我哋去發掘㗎。其實大自然提供咗寶貴嘅資源俾我哋都應該要反思、珍惜、感恩。大自然一直在變化，是千變萬化的，是色彩繽紛的，一會兒深沉，一會兒躍動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明白，無論你係邊個種族、乜嘢膚色，無論你係高矮肥瘦，無論你係斯文定係好動，我哋都喺地球有一個共同嘅目的，就係同地球共生共存。不如喺呢個時候，靜靜回想一下我哋所擁有嘅，現在要珍惜嘅，將來想保護嘅，同大自然帶俾我哋美麗嘅，靜靜地享受呢一刻。
法啦。咁變啲咩好呢？變得更好。講得啱啊！其實呢個魔法大家都有㗎。只要你用心感受，從自己出發，愛感染身邊每一個人。咁呢個魔法就會出現㗎啦。哎，我知道佢頭先唱咩啦。色彩處處浪漫有趣，我會化身彩虹。哇！我感受到魔法啦，你呢？咁多位，你哋冇夠鐘休息啦，一齊同佢講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左邊，拜拜右邊。拜拜你條八爪魚尾，多謝你哋咁多位啊！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玩啊！為大家介紹翻 Keeper 小隊，我係 Daniel，我係 Andy，我係做蝦啊！當然少得我哋兩個可愛嘅貓妹。當然，我咋？希望你哋有一個愉快嘅晚上。下次我哋再喺海洋公園見啦，拜拜！光影做之後，立刻會上演光影到會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係啊，光影都會喎。好似唔係喎，光影都會喎。睇下冇。啊，仲有啊！仲有喎。有啊。哦。咁然之後佢好啦，熄晒燈就啲人啲走嘅，冇嘢睇㗎。哦。
多謝各位欣賞我哋嘅演出，祝大家喺海洋公園有個愉快嘅晚上。